對於住喺英國又返唔到日本鄉下嘅你，以下嘅介紹一定幫到你。每個月其中一個星期四至日，有日本人團體喺 King Cross 站附近擺放手工藝同埋熟食市集，大部分攤檔都係由日本人主理。除咗會賣日本產品之外，仲會售賣唔同日本人手作產品。對於一排冇返鄉下嘅我，真係完全忍唔到手。你睇啲日本精品或者啲文具，全部都係由日本入口，仲有日本風嘅服飾，成個感覺就令你好似返咗日本咁。在場亦都有唔同嘅攤檔售賣日本食物，鹹點甜點應有盡有，又有蛋糕又有大福，仲有飯團、當飯、炒麵。而我最欣賞係呢一檔雪糕，佢嘅綠茶雪糕同埋味噌雪糕真係食返日本嘅味道。今晚倫敦有小熱浪真係一流，大福嘅攤檔亦都好多人排隊。要喺英國揾新鮮嘅大福真係一啲都唔易。而市集位處嘅地方其實係一個購物區，亦都開咗唔同嘅日本食肆。就算你要嚟 shopping， 呢度一樣幫到你，不失為一個放假嘅好去處。如果咁啱去開倫敦，不妨過去睇睇。